立委点将了解内地报道，根本爱小嘅国民党不分区立委陈碧涵喺苗栗嘅行业实地台湾戏曲学院教书，从小学跳舞嘅佢，实去到日本、美国读硕士、博士，还是做过2009年学位毕业，有客家同语文教育嘅背景，唔过佢忙是想过为行业政坛。做立法委员过后，陈碧涵强调为3万嘅传统行业教育、客家艺术文化嘅发展，俾民众来发声。本担头台湾戏曲学院做教务长的陈碧涵，对线上变做为移民发展的立委。这个计划预估要给他每一团100万的国际观光客，还有160万的大陆客。可是这就像个空中大饼。记者头陈碧涵的人生规划当中，根本梦想过爱行政治一条路，更加梦想过自家揾一片国非天堂。也两个看起来无穷用两倍的环境，对陈碧涵来讲，并冇乜嘅政策。咱就特别是关心学生的，关心学校的发展。不过也慢呢，关心的是全国的，不管系台湾的这个的同胞，也系讲台湾到国际地位的个地位的问题哈。所以我想，虽然身份冇嘛强样，方法冇强样，不过本质系强样的。行业陈碧涵的办公室，别方雕定的书法作品，还有不是提倡起家，做唔得填标题本单要做的事情，投立法院发挥专长，关心教育，发扬客家传统语文也到产业的发展。国家的这个经济发展哈，相对之下，我们的文化还是比较弱嘛。那我想在这个地方，我的专业是可以带进去，甚至从补助款，或者是我们的地方在地文化。我这么久没看到你，抱一下，好久不见了。对呀，对呀，来。學校地位同學生嘅簡單嘅南向下，批定佢哋練成團，陳碧涵同學生嘅互動當好，做得提倡佢哋按認真讀書，沒關心佢哋揾日從生活。戲曲學院是小學5年級開始駐校嘛，當到成年呢，我看喺度動員，啊，病了個乜嘢冇辦法轉移，啊，上下嘛為土地都出去了啦。5、6、7交叉步，對不對7歲開始學跳舞，各種舞蹈都靠唔忘記，意思舞蹈嘅專長，佢喺讀大學嘅下就可以一見舞蹈教室。陳碧涵嘅指導去年學位會舉辦嘅客家青年文化訪問團，用表演到客家文化帶起國外。對佢嚟講，舞蹈同語文竟然係佢生活嘅一部分。不過陳碧涵更加關心客家嘅保存和發育，佢知道每年要向下當見，做啲教育沒有對生活開始嚟做。青松要做喺福卡地輩啊，我想個阿公阿婆啊，哈，睇人土嘅寫字啊，平常做有機會做老去講，像這種東西哈融入生活地輩，福卡地輩有個講法嘅條件，哈，應該習慣本地。陳碧涵本身係行業沒有日本專長，佢知道日本同台灣係弱勢，為了佢不同國非動作發揮力量，監督傳統藝術文化發展，培養日本人才發揚客家，本大家看到客家老文化無限條嘅可能性。耶，我覺得你好棒啊！客家新聞研究彭金樂吳子怡特別報道。